民众敢知影世界上超过8成的蜂仔类拢是孤徛蜂，因参济民众熟悉的蜜蜂无共，因是独立生活的。咱伫大自然当中看到的济花草，拢是靠因的浪花。另外，伫咧菜园，因也会食菜汤，对自然环境来讲，因是真重要的蜂仔类。即阵有一群少年人要帮助这孤徛蜂伫都市生活，为因起造旅馆，嘛推广孤徛蜂的生态知识。有人无？学生个芳秀提出来看，讲敢有蜂带入去，感情这块医疗就是孤徛蜂旅馆。无毋对，这就是专门去互蜂带，但是一般咱看到蜂会是虾米反应呢？你会惊伊无？会啥呐？我也甲我叫。伫台北公馆国小起造孤徛蜂旅馆的城市丰州工作室表示，毋是所有的蜂拢接歹，而且全世界有8成的蜂和咱一般所知的规定生活的蜜蜂无共，孤徛蜂拢是单独生活，大多数的食物嘛拢是靠因碳粉。团队伫咧学校推广孤徛蜂旅馆，嘛甲蜂的知识教互学生。以台湾来讲，应该超过8成以上拢是孤徛蜂，啊，咱平常时大部分人较知影迄蜜蜂啊、甲虎头蜂，其实真正足少，可能无到20种。这蜂其实是足重要，可以当做这台湾本土的食物的碳粉。上庭硕老师的课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因为我们可以做独居蜂旅馆，然后让独居蜂妈妈在里面生小宝宝。都市内的自然环境愈来愈少，济所在拢会用杀虫剂，互孤徛蜂的生存受威胁，大多数食物碳种嘛会出问题。团队认为，利用学校的绿地来做保育和教育是上紧的。其中一位长期关注生态议题的家长是出国讲台语的创办人，伊正肯定团队的做法，嘛参与课程做伙合作。因为做侪代志，咱若是按小朋友去甲因讲，去甲因教，因做侪物件会当吸收足紧的。啊，若是正确的物件，因吸收入去，因就可以当传互其他的家长，传互阿公阿嬷，就是这件代志咧运作起来，会比咱直接去甲大人教搁较紧。城市丰州工作室表示，因伫咧全台湾设超过2000个孤徛蜂旅馆，就是希望大众同齐来关心孤徛蜂的生存议题，嘛来关注绿化、环境永续等等的都市生态。记者卢长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